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Inspiration 中文科老師 Missella。今日咧準備咗一個小小嘅認字遊戲，想同大家玩下喎。但係咧，我哋今次咧唔用鉛筆啦，今次我哋會準備泥膠或者黏土都可以。今日咧，我哋會學習寫石呢一個字。咁小朋友咧，將準備好嘅泥膠攞出嚟，放喺台面度，均勻地用手指搓開佢，搓成一條長條形。搓嘅過程之中咧，可以訓練小朋友嘅小手肌肉啦。將來執筆嘅時候嘅穩定度啦，同埋力度咧都會比較好嘅。將佢均勻地搓成長條形之後，我哋就可以放上去啦。咁就係石字嘅第一筆啦。如此類推，小朋友將搓好嘅泥膠一嚿一嚿放上去，按住筆順，亦都可以準備唔同顏色嘅黏土啦，或者泥膠。咁我哋就完成咗個石字啦，係咪比起揸筆更加有趣，但係又學到新嘅字呢？